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你哋繼續收睇古靈精怪，你哋主持人班智明。好啦，今日咧我要講翻政府嘅嘢咯喎。咩叫政府嘢咧？就係話其實呢樣嘢咧係由2024年9月份已經開始嘅喎，只不過係冇乜香港市民會知道咯。係乜嘢？就係8種人士可以免費打針，你係咪好開心咧？嗱，點解會突然間會講翻呢個主題咧？嗱，因為2025年1月份第一個月開始啫，已經有百幾人已經走咗啦，因為係肺炎嘅問題。點解肺炎啊？咁當然唔係 Covid 啦，今次係甲型流感喎，季節性流感殺到啦嘛，咁冇辦法啦。咁我哋一定要做一個管好自己身體去打呢個疫苗，好冇？嗱，首先一樣嘢咧，我會去講翻邊8種人士可以免費接種呢個季節性流感咯喎，好冇？第一種孕婦，應該咁啊係嗰啲孕婦咧係領取綜援嘅，咁先至有得免費咯。好啦，第二種啦，就係住喺一啲護理院舍嘅工作人士啦。咁護理院舍嗰啲殘疾人士咧、院友咧都可以啦，服務提供者都要啦，即係註冊嘅醫生啦。好啦，第三種係乜嘢咧？50歲或以上嘅人士，咁即係話65歲或以上嘅長者咧，或者50歲未滿65歲嘅人士咧，但係要攞綜援嘅人士先至有得打。跟住啦，第4種就係長期健康問題嘅人士啦。好啦，何謂長期健康嘅人士咧？就喺公營嘅診所嘅求診嗰班人咧，就屬於一啲係高風險嘅人啦，但係亦都係要綜援受助人喎。咁綜援咁都需要幫助啦，咁所以要提供免費嘅嘢啦，啱唔啱？咁當然係包括殘疾人士㗎啦。第5種咧，嗱，唔係個個都有份㗎咯喎。第5種咧就係一啲醫護人員啦。嗱，醫護人員大家知㗎啦，唔使我講啦，係咪？即係醫生護士啊嗰班啦，係咪？第6種咧又係乜嘢咧？嗱，都係屬於攞綜援嘅人士啦。咁呢班綜援咩人士啊？就啲6個月以上至到18歲呢班兒童青少年都會提供呢個服務嘅。種咧就更加少有啦，但係我哋都需要食嘅就係家禽嘅從業員啦。家禽從業員咧，啲劏豬啊、劏雞嗰班人咯。第8啦，劏豬佬係咪需要啊？咁當然一定要需要啦，如果唔係就好危險噶啦。好啦，嗱，以上嚟講咧，我講咗咁多先，下集繼續留意我嘅節目咯喎，繼續 like share，好冇？唔該晒，拜拜。